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10月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湾曾药珠上午伫总集训当中，除了争取正式公立幼儿园，也关心专设幼儿园，包括会计、人事等行政工作，由带班的老师兼任，以及教师甲职员能力的问题，要求教育局进行检讨。台湾曾药珠以教育局提供的资料指出，今年台南市区的公立幼儿园每一间拢是压满，显示公立幼儿园不足的问题。借此强调正式公立幼儿园的重要性。同时，伊也指出，台南市专设幼儿园目前所拄到的困境，包括学校会计、人事等专业工作，拢是由非专业，甚至是带班的老师兼任。以教师职员人数无够的问题，要求教育局进行检讨。是觉得像目前的教师量也不足，尤其是教师这个量，一定要经过教保员，还要去参加修教育学程，还要再经过考试才能正式成为那个正式的老师。这个过程是这样子，但是目前我们教育给的他们的教师量是真的非常的不足我们的编制是符合规定的，那是你说的。如果在强词夺理，没有，根本都不足。没有，你们只是在你们的办公室，只是在做一些你们理论上的。没关系，你看哪一个专用他们的困境到底在哪边呢？啊，因为我们这边的编制是足够的。而且针对教师量的不足这个部分啊，我们市政府，我们是公部门的，我们都带头违法。那凭什么要去要求咱民间私立的幼儿园全部都要补足那个教师？你看，只要来私立的幼儿园为了这样告诉他们多困扰，他们要增加他们成本，但是他们又不得不遵从。你赶紧去查，那没鬼的被给见官员呐、所以不要教育局的心态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对此，教育局宣布议员的讲法，强调拢是依照中央的规定甲编制来协配人员，但议员要求教育局伫会后进一步了解专设幼儿园实际的编制情形，若确实有不足，一定要向中央反映。但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生活老家甲日红家是当地已经讨论真久的议题，而且得到真侪人的支持。在此，议员林全中以中西区进行街作为参考的依据，要求警发局针对红街的范围甲时段，好好进行规划。新化大峇港文化园区包括老街、日本宿舍群、武德殿，形成一个真好的观光旅游景点。日前，新化区公所透过公民审议投票活动，发现大部分的市民拢相当支持新化老街甲日红街。对此，议员林全中质询警发局，有关红街的范围甲时段，是毋是已经做好规划？咱这个红街的范围啦吼。从伫遮要封到对也比较较好啦吼，是不是这个封街的时段是啥物时候？因为菜市仔嘛伫咱老街边啊，袂影响到咱民众买菜，也是迄落摊商，停车问题，停车要停在倒位？怎啊是新化的老街假日的封街这个议题，你有清楚吗？有开始咧规划有无？啊，这部分呢，阮以往拢互公所来规划，因为公所上地啦，拢会当交迄个住家啦，来做一个规划。这议题一定过来，咱慢慢朝着那个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为原则，这个方向跟努力啦当然，也得出去的时候，封街的时候，伊就无法入住啊，包括店家要卸货等等所以咱有一个时段是开放要互伊入来等。等这种区公所有交在地店家咧协调啦。议员建议参考中西区进行街的封街方式，定下晡3点到9点进行封街，并以网架人物的立牌来作为引导指示，以吸引少年人打卡，进一步成为热门的观光景点。针对封街的时段，警发局表示，必须调向无影响居民出入、甲店家社会的方案落去规划，会先请区公所甲居民协调讨论以后再来办理。
但新闻加上林根采访报道。经过议员蔡友基的积极争取，热情着市长伫去年答应，等待银行区公所搬迁到银行炮校以后，湾内区公所的办公厅舍将会成为原住民文化会馆。对此，议员蔡友基除了要求市府做好规划，同时也希望为伫安平的查哈姆原住民会馆，会当被规划做观光景点来带动人潮。经过议员蔡友基的争取，新的原住民会馆未来伫银行区公所完成清刷以后，将设伫区公所原来的位置。议员除了期待新会馆的设置，也关心到现在查哈姆原住民会馆的运作情形。因为该会馆的活动愈来愈少，愈来愈无人去，因此伊除了要求多多办理相关的活动以外，也建议观光旅游局将该会馆列为观光景点，来带动人潮。我们看这个地点，如果站在这个都会公园的那个规划来说，这边应该是最好的一个亮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观光旅游局，或者是呢跟其他的单位来配合，作为这个我们的观光景点，再重新的培训我们的这个业务人员，也重新的规划我们的市集。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一个定点的这个景点。在我们的查哈姆这个公园，我们把它定位成我们台南市特别刚议做的题，这个属于观光区热门的安平老街区，它很适合发展成为观光的地点，所以我们把它定位成原住民的文创基地，包括我们已经行之几年的查哈姆乐舞集在这边原住民的表演以外呢，我们还把我们原住民的市集放在这个地方，甚至我们台南市的所有的我们的市民都可以来这边参与 DIY 的体验，包括刚刚议座特别关心，那过去从一个常态性的每周都有，那我们现在已经也把它增加。过去我们只有在大概夏天的时候，在每周有一个原住民的夏季音乐，那我们今年已经拉长成为一直到年底，每个月的双周六都有一个业务级的表演，而把这边的这个地方让大家更熟悉、更愿意来这个地方。对着新的原住民会馆，议员是充满期待，并要求市府在规划上要做好区域的平衡，以打破客南客北之间的限制，让原住民作为精神甲特色会当传承落去。电视新闻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一直到10月27号为止，拢无出现天高的本土病例。不过因为天气又晚烧热，适合病危亡生存，所以防治的工作也是未当疏忽。对此，卫生局特别甲和平里活动中心进行誓师大会，同时在黄志生教授的指导之下，推展新的喷药防治技术，希望有效控制天高的疫情。现在秋天，不过气温也是真烧热，适合病媒网患湿的时阵，所以卫生局为了加强防疫工作，特别邀集和平里社区职工加环保局第一线清洁队员来宣导相关消灭病媒网的知识，把互因会当成为社区防疫的政治教师，呼吁大家总动员拍拼为家己。拍拼为家己，台人拢无啊！当然，除了上基本的巡岛清刷，如果一旦检测出有高风险的区域，也是要进行喷药的化学防治。在今年卫生局嘛展出新的预防作为。登革热呢，除了我们滋生源要清除之外，如果有疫情发生的时候呢，或者是那个病媒蚊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化学性的喷药。那如果是有疑似病例的时候呢，我们是会喷户内跟户外一起喷药。那今年有一个新的做法，就是说我们监测到有一些社区它的病媒蚊指数，如果幼卵桶的一个监测呢，如果是连续2周大于60%，然后那个卵粒数呢大于500颗的话，我们会进行预防性喷药。那预防性喷药是针对户外的部分做一个化学性的一个喷药防治。那希望把那个病媒蚊的密度呢降低之后呢，降低
那个登革热疫情流行的一个几率。当年除了新的有红色化学防治，台北市立大学黄基新教授嘛将新的胡椒色喷药方式传授给台南，希望积极来推广有效控制天高的疫情。讲刚刚那个热微路机喷出来哦，大概那只蚊子要撞击到200颗到400颗才会死亡。好啊，如果它很快蒸发掉，它可能就不是200颗，可能两三颗，它就有可能跑到室内嘛。好，因为除虫剂都有驱赶的效果。啊，所以我们这个喷出来的颗粒大概就是50个到100个微米哈。那大概只要一只蚊子，你要撞击到3、4个颗粒的主成分的量，它就可以死亡嘛。当年不管喷药技术的发展如何，上要紧也是要提醒大家对清毒助生源的根本做起。但新闻管制张伟忠采访报道。市府拍算伫原来的金城国中、甲新南国小的所在地，连同中国城规划做运河新转，作为商业区甲观光特区。不过，新林南桥甲金华桥5栋前就起好，两间学校现在嘛拢已经刷位，但是桥却一直无法度通行，互地方感觉相当离谱，要求市府提出应应对策。市府争取补助到4个月兴建的新林安桥甲金华桥，伫5档前两座桥已经申报完工，不过到今桥也无度开放通车，毛市民认为伤过离谱。加上因为坑咧爬远上久，包括人行道损坏等等，拢需要另外编经费维修。对此，地政局表示，定做桥卡伫无设计引导关系，所以需要配合运河新转区段征收的工程完工以后，才会当开放。不过，该项属于营建署的标案，一直招标未顺，一直到1礼拜前才顺利发包，希望后个月开工，预计明年底完成。运河新转的工程这个月刚有营建署那个发包啊，大概是下个月会开始做一个施工了啊，它整个的工程大概是要1年1年以后整个这个运河新转里面的包括道路包括公园道大概会全部完成然后也会把林安桥跟金华桥2个桥的真正的引道把它做出来所以这个运河新转完工之后将来就可以直接从林安桥直通这个道路到这个金华桥。金城国中甲新南国小2校一定伫2015年底完成迁校，但是两座桥犹原无法度开放通行，确实真歹对市民交代。所以市府如何就运河新转的跨区段征收，伫明年底完工进前，先研究桥梁提前通车的可行性，嘛是市民所关心。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因为休闲运动的风气盛行，骑自行车出门佚佗已经是一种潮流。但骑自行车的民众常常为停车的问题感觉困扰，尤其无正式的路边停车所，可以占用人行道。因此，南台科技大学设计出自行车停车地专所，不但藏伫地下，而且只需要透过智慧型手机 APP 的连续设定，就会当使用，不但方便，而且可以当打造友善的人行环境。
骑脚踏车的学生想要找停车的所在真方便，只要利用手机APP， 这套地转锁系统就会感应开起来，这个动作会当真好势。这是南大科技大学伫咧教育部顶端科大计划经费的支持之下，由数位设计学院创新产品设计系副教授张嘉诚带领着师生团队所研发出来，结合 APP 用蓝牙连线，地当设定，使用上方便，嘛会当友善行人的行路环境。就是说，当我们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呢，我们在停脚踏车在人行道上就会有一个那个脚踏车的一个停车架。那脚踏车停车架呢，它基本上它就会造成我们的行人在那个自行车，就是说在那个停车，就是说那个人行道上面会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困扰。所以说，这个自行车停车桩呢，它就会有可以完全隐藏式的，就是当你没有停脚踏车的时候呢，它就是完全是个隐藏式在地底下的。那只要你要停脚踏车的时候，那它才会可以把它直接锁上这样子。重要的是我们张教授的这个他的专利，那终于呢这个可以呢做成这个商品化，然后呢我们所谓的 Smart Life， 我们这个 IoT 等等这个我们口头上强调接触的这一些种种的这个事情啊，都在今天的这个专利商品化展现出来。将人行道的地砖甲锁具来结合，会当美化空间、节省时间。这种隐藏式的停车桩啊，使用的时阵袂有捅出来的停车架啊，来造成行路民众的困扰。这项设计也已经得到台湾、日本、欧洲等侪国家的专利。未来会持续技术移转，希望会当甲产业结合，未来会当扩大来推广。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自民国81年成立的桃风画会，每一档拢会定期展出。今年以流光溢彩作为主题，自11月开始展出12位会员的画作，当中有林武画、风景画、标的相片作为的复合式创作。现在透过镜头做回来欣赏。这款画作拢是桃风画会会员因当年投入画图创作所做出来成果，当中有人物、有风景，也有抽象画，或者是结合各种元素的现代画作。每一幅拢有无同款的风格甲特色，每一幅也拢有无同款的画法，欢迎民众前来参观。我们是桃风画会这一次2017年在生活美学馆的一个展出。那我们这一次的展览是流光溢彩，那时间呢是11月1号到11月15号。那我们的开幕时间呢是定在这个礼拜六11月4号的下午2点。我们这一次呢用的开幕形式比较特别，就是以会员分享的形式。那现场会有9位会员来分享他们创作的过程，那大家如果有空可以过来参观，顺便来给我们指教。其中这3件结合染野相片的作品，是艺术家吴品轩甲伫咧日本留学的染野师合作的成果。伊也表示，伫咧相片顶头画图的难度相对较悬，也是相当趣味的体验。会遇到的问题其实是它比较浅色的部分，亚克力颜料它会直接吸附上去，是没有办法洗掉的。那你如果再盖白色上去，也都会有很明显的痕迹。所以有些部分是属于就是你必须要一笔定生死。对，那深色的部分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它有些地方可以洗掉。那因为它自己上面它其实有些部分它会有一点油墨，那油墨有些地方比较多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水渍的痕迹，那可能就要多盖几层。那上面也有用到一小部分的奇异笔，那也都是奇异笔的部分也都是盖在亚克力上面，因为如果油墨对奇异笔会有其他的化学反应，所以我都会尽量避免掉。2017桃风画会联展展出伊这段时间以来的丰富成果，也欢迎民众到生活美学馆第2艺廊来详细欣赏。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将世界文学结合舞队稻草人舞团，今年也推出结合知名科学家尼采的文章甲诗作，来关心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
也希望透过舞蹈，让观众更加了解尼采的特色。所演出的深渊，内容结合哲学家尼采文章甲诗作，透过舞者用动物进化成人类到超人的过程当中的斗争、抢夺、利用等等，反思现代社会当中各种现象。这个舞台也特别用树泥所串成的绳仔来布置，好用尼采文章所写到的。人是连接伫动物甲超人之间的一条绳啊。那这个深渊呢，就把这所有就是文景对这些不管是沙特、卡夫卡也好，尼采这样的文本呢，融合在它一个共同的一个概念底下。然后这个概念呢，就是在讲人。那人呢，尼采的文本里面呢，他有提到人他是有一个进化的过程，从一个动物性的这样野兽性开始呢。他会自己的进化，然后到人性，然后最终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超人，是能够历经各种苦难，然后坚持自己的信念变成超人。那这整个过程呢是怎么样去进化的？这进化过程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文景呢非常巧妙的，他就会利用了他对社会这样子现象的一个观察，对这我们周围日常的这个物件的这样子的一个加入他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发展呢，然后融合之下呢，做出了这样的作品。伫11月3号甲4号2天，伫文化中心演出。当时为了回馈这届观赏演出的民众，只要凭票金，就当领取泰雅的印记票券。希望带予大家11月满满丰富舞蹈享受。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急诊时所用的小型超音波。因为有非侵入性，短时间内会当到处操作等等的优点，因此现在已经愈来愈普遍，应用伫各方面的检查，来帮助医师做出正确的诊断。现在透过报道，带民众进一步来了解。随着科技的进步，超音波仪器也愈来愈小型化，佮加上因为超音波检查无放射线也无侵入性的问题。所以，即马普遍应用伫咧急诊医疗当中，也提升到急诊医生看诊的时阵，判断病情的正确程度。至于说在急诊的超音波跟其他的次专科或会进行的一些超音波的特点，第一点在于说它是一个重点焦点式的检查。急诊医师大概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器官所有的资讯，或者是非常详细的资讯，不过是针对这个病人最重要的问题，利用超音波得到我们马上想要知道的答案。那第二个是在于针对同一个病症，急诊超音波并不是只有扫描单一个器官，常常会扫描多个器官或是组织来综合得到一个病人他确实的诊断，或是针对他目前的状况综合起来来做判断，这是急诊超音波的特点。医师也表示，超音波不是会当检查出所有病症的仪器，也是要依靠着医师的专业判断，才能对超音波影像做出正确的判断。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西份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然后记录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11月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雅珊，咱再会。